今次同大家推介俄羅斯極光11日行程，一次玩盡莫斯科、聖彼得堡同北極摩爾曼斯克3大核心景點，所有經典名勝同北極特色體驗全部包齊。我哋由香港直飛莫斯科，落地就有專車接送入住酒店。呢度當地同香港有5個鐘時差，落地直接休息調整狀態。休整後暢遊莫斯科市中心全部經典地標。首先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克里姆林宮，呢度係俄羅斯聯邦嘅國家象徵，亦都係總統府所在地，仲有世界第8奇景嘅美譽。隨後去俄羅斯紅場，呢度係俄羅斯最古老嘅廣場，重大慶典同閱兵都喺呢度舉行。周邊景點一網打盡，外觀參觀記載俄羅斯歷史嘅國家歷史博物館，仲有造型獨特、極具代表性嘅聖瓦西里大教堂，以及全歐洲最大嘅救世主大教堂，同埋參觀列寧墓，感受莊嚴肅穆嘅氛圍。之後我哋漫步綠樹成蔭嘅亞歷山大花園，再去到二戰勝利廣場，緬懷歷史，欣賞宏偉紀念建築。傍晚仲可以自由行百年古墓商場，輕鬆散步，體驗當地風情。隨後我哋前往莫斯科近郊嘅金環小鎮扎戈爾斯克，參觀聖三教堂、聖塞爾吉鳥斯修道院。院內仲有杜霍夫斯基岡陵教堂、聖母升天教堂、教皇宮殿和斯摩棱斯克教堂，古建精美，宗教氛圍濃厚。我哋參觀有地下藝術殿堂美譽嘅莫斯科地鐵，每個車站都有精緻壁畫、石雕同華麗吊燈，藝術感十足。參觀完畢就搭機前往聖彼得堡。我哋參觀世界4大博物館之一嘅冬宮，就係人事爐博物館，館內珍藏數以百萬計嘅世界藝術珍品同皇室寶物，價值極高。博物館外嘅冬宮廣場、亞歷山大紀念柱、12月黨人廣場，我哋都會逐一打卡。外觀拍照古典風格嘅海軍總部大樓同城市地標聖以撒大教堂，鍍金圓頂宏偉壯觀。下午前往郊外普希金城，遊覽環境優美嘅葉卡捷琳娜花園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琥珀宮，滿屋珍稀琥珀，獨一無二，景色極為難得。接落我哋參觀歷史悠久嘅彼得保羅城堡，欣賞古城建築同珍寶館藏品。隨後遊覽華麗嘅加夫連夏宮花園同超大園林噴泉景觀，呢度有俄羅斯凡爾賽宮美譽之稱。沿途外觀斯莫爾尼宮、經典歷史名艦阿夫洛爾巡洋艦，再參觀氣勢宏偉嘅喀薩教堂同色彩絢麗嘅救世主滴血大教堂。之後漫步熱鬧嘅涅瓦大街，自由休憩行街。夜晚我哋搭乘舒適嘅4人遠臥雪國列車，一路向北深入北極圈，前往極光勝地摩爾曼斯克，體驗奇妙嘅雪國列車之旅。抵達摩爾曼斯克，我哋親身感受北極圈獨特嘅自然環境與天象風光。入住酒店之後，在晚黑一起出發，尋找世界上最美麗神秘的現象之一——北極光。隨後我哋走訪歐洲僅存嘅游牧民族薩米原始民族村，近距離感受北極最後嘅土著傳統生活，特別體驗餵養馴鹿拉雪橇同雪地摩托等特色北極項目。我哋亦都會參觀阿廖沙紀念碑，了解當地2戰歷史。晚上品嘗特色俄式帝王蟹餐。呢次特別安排專業追光獵人帶領追逐北極光，提升觀賞機會。我哋仲會專程前往俄羅斯最北端嘅捷里比爾卡，呢度係俄羅斯最北端的極光小鎮，地處北極圈之內嘅極光大賞，係俄羅斯境內極光最佳觀賞點。打卡世界最北嘅北極王座，參觀充滿北極風格嘅鯨魚骸骨、利維坦之骸同獨特嘅船舶墓地，飽覽蔚藍嘅北冰洋風光。行程仲安排咗輕鬆休閒嘅特色體驗，
走進哈士奇公園同可愛狗狗互動，體驗歡樂嘅哈士奇拉雪橇，之後體驗世界聞名嘅俄式傳統桑拿，有效舒緩旅途勞攰，放鬆筋骨。旅途尾聲，我哋參觀摩爾曼斯克州立極地博物館，深入了解北極科考、極地生態同當地海防歷史。隨後打卡全球首艘核動力破冰船列寧號，參觀世界最北麥當勞、世界最北郵局，大家可以寄出北極明信片，留低獨特紀念。之後我哋由摩爾曼斯克飛返莫斯科，最後直飛返回香港，圓滿結束呢趟俄羅斯追光之旅。呢條行程全程純玩，無自費、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嘅旅程。旅遊必須齊齊。